Hello，各位 YouTube 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繼續回答大家嘅問題，我係 Adi 啊。多謝大家嘅踴躍支持，我哋嘅聖誕茶聚已經即將滿座，而家加開最後10個名額，有興趣嘅就記得即刻報名啦！好多朋友仔跟咗我哋嘅頻道好耐，聽得明，概念都明，但落手做嘅時候就仍然唔肯定，究竟2026年邊隻股票先夠穩陣做中長線投資呢？幾時先係最佳買入位？買完又點算好？如果你都有呢啲問題，或者純粹想見 A Sir 一面嘅話，就記得把握最後機會報名啦，否則就真係錯過咗近年唯一一次嘅線下茶聚啦！期待到期時見到你啊！咁第一個問題，OK 就係2318嘅8P 高低位，唔該晒。咁講8P 之前呢，就大家當然應該都想知啦，但係講一講個走勢先啦，OK。而家可能咧入咗一個調整浪嘅呢一度係啦，可能係一個1、2、3、4、5嚟嘅呢度 ，OK。然後呢度有個雙頂背馳嘅狀態喺度啊，跟住呢度比較 aggressive 嘅 trend line 就穿咗，但係保守嗰條未穿，但我估計都好快穿嘅啦，OK。係啦，咁所以嚟緊應該可能有機會落翻40零蚊嘅，咁40零蚊嗰啲位咧係。絕對值得買入嘅。咁點解咧？就係呢位朋友問嘅即係8P啦，即係我哋計算一隻股票嘅高低位嘅一啲方法啦。OK， 係啦。咁所以呢一下咁樣上嚟咧，有個調整落翻40尾呢啲位，我諗都非常合理嘅。但係長線嚟講，肯定仲有排升嘅。個大底咧就喺上年嘅年頭啦，即係1月呢一度啦，就見咗個大底啦。OK， 係啦。咁而家好大機會咧。呢個可能係個3浪頂嚟嘅，嚟緊可能行個大4浪，或者係3浪裏邊嘅4浪都唔奇。咁但係總之簡單嚟講咧，長線仲有排升嘅呢一隻，就咁睇，無論睇估值定係睇個圖都係。嗱咁簡單講一講啦，呢個2318嘅8P 啦 ，OK 係啦。咁呢啲股票主要用 PB 啦，點解用 PB 咧？因為用資產賺錢嘅公司都係計 PB 嘅。咁你見佢咧，2022年之前咧個高位嘅 PB 基本上都去到2倍嘅。低位咧，你見到1.2、1.3呢啲位咧，已經係個低位嚟㗎啦。以前嚟講，OK， 但係你見近呢幾年咧，個低位係跌到0.6倍 PB 嘅，高位就1.1、1.2呢啲位置啦。OK， 係啦。咁我諗而家個 trend 咧應該係向緊上嘅，即係成個 trend 有機會係慢慢調翻去以前呢啲1.3到2倍嘅估值嘅。OK， 咁所以咧。呢度咧，我大概譬如我用翻0.7倍嘅 PP 計啦 ，OK， 係啦，即係低位0.7倍，高位我當1.1倍咁樣嘅話咧，而家現價嚟講咧，用今年條數計就0.92倍啦，用下年條數計咧就0.84倍。咁而家基本上都係睇下年噶啦，2026年嗰個PB 而家0.84倍，咁都係貼近嗰個低 range 嘅低位嘅，即係我預0.6至0.7倍呢啲 range 啊，其實係啦。咁所以如果用0.7倍去計咧，即係46個8毫4，即係大概47蚊。即係個低位咧，應該係47蚊左右啦。我諗你預加減10% 就43至51蚊左右呢啲位置，就應該係個值得買入同埋一個低嘅即係低價嘅 range 咯。咁高位咧，其實係見到咧可以去到78蚊嘅。OK， 即係如果用27年嗰個係啦，你用下年嗰個咧。就睇下幾多先。哎呀 ，OK， 下年就73蚊啦，即係26年。26年我哋計出嚟咧，就應該一個高位大概73，低位係47左右呢啲位置啦。咁如果真係有機會跌到47蚊或者40零蚊呢啲位買入嘅話，你預咗可以揸到70幾蚊咯。OK， 咁如果有人想知呢個咩係8P咧，其實就係一個方法。OK。睇8樣嘢去判斷呢啲股票大概嘅每年最高最低位。OK， 每年嘅最高最低位係有辦法可以計到嘅。咁就唔係睇一樣嘢啦。不過我哋啱啱只係睇一樣嘢，就係正常嚟講係睇8樣嘢，然後就再去判斷邊啲比較重要，邊啲冇咁重要嘅一啲指標啦。OK， 係啦，即係計一隻股票嘅估值，佢究竟應該值幾多錢？每一年嘅最高最低位應該大概係幾多？咁其實可以有辦法計到嘅。OK， 譬如平保嚟講嘅最高最低位，理論上嘅最高最低位大概即係2026年啊。你每年唔同啊嘛啲數字係啦，2026
2026年嘅大概最高位就係73，大概最低位就係47蚊，呢啲位置就係叫足夠平去買入啦47。但係你話0.7倍，你0.7倍 P/B 嚟講咧，我都未必會買入嘅。其實因為你見到過去3年呢個低位係0.5幾到0.6之間嘅。OK， 咁所以可能真係要低過0.7，即係可能47以下咧先至考慮咯。OK， 但係當然啦，你話會唔會去翻以前呢啲估值嘅 range 係有機會嘅。OK， 因為呢幾年咧係內地嘅樓市大冧，就導致佢哋啲資產減值好犀利。但係如果內地嘅樓市係見底開始向翻上嘅話咧，咁好大機會咧呢個 trend 咧亦都會向翻上嘅。其實 OK， 即係呢個估值嘅 range 係啦，即係你由以前係2倍以上嘅 P/B 跌到得1.1、1.2倍嘅 P/B， 係啊，低位係講1.3嘅 P/B 跌到得翻0.6嘅 P/B。但係呢個 range 如果進入翻牛市或者內地嘅樓市係跌完嘅話咧，呢一個估值好大機會就會慢慢向翻上嘅，但係都未必話好慢嘅，但係可能慢得嚟都用1-2年時間咯。你見佢由以前2倍跌到1點幾倍都用咗2年時間嘅，中間即係一至2年過渡期咯。咁所以你話上翻去嘅話咧，即係簡單嚟講啦，其實如果 hit 得到0.6、0.7倍呢啲，就算佢唔係見底，即係舉個例啊，佢最低位可能去到0.55定唔知幾多啊 ，OK， 呢個冇人會知嘅，跌到最低實質上幾多，但係我哋會認為係0.7倍或以下嘅 P/B 其實係足夠平去買入 ，OK， 咁你呢啲位買入完之後，然後只需要一直持有到譬如1.1或甚至1.2倍嘅 P/B， 咁你可以計到啦，即係你可以賺到0.5倍嘅 P/B over 0.7，OK。咁即係呢度成70% return，OK， 咁咪幾乎一定會出現嘅喎。呢個70% return，即係同你做定期係唔係太大分別嘅啫。即係但係你唔知呢個定期幾耐咯，可能半年，快嘅可能3個月，耐嘅可能都要1年或者2年。OK， 但係你唔會耐到10年就冇可能啦。OK， 係啦，即係1-2年之內好大機會，起碼都反映翻1.2倍。但係有時中 jackpot 嘅咁就可能話去到升到2倍都唔奇嘅。OK， 即係一路睇住嗰個 trend 同埋睇住盤生意究竟做成點，同埋睇住內地嘅樓市行成點。咁如果真係中嘅，買得靚，跟住仲要持有得到呢啲位置咧，咁你70%其實即係你100萬買落去，你就賺70萬，仲要係好高機率係會做得到嘅。呢樣嘢係即係你隨時有8-9成以上嘅贏面係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return 嘅。其實 OK 就唔使喺度搏嚟搏去，即係就唔會出現話有啲人咧就唔識玩股票嘅，可能就會56蚊買咗。咁然之後賺咗3蚊，跟住59就賣咗，咁以為自己真係喺度炒緊股票，係啦。然後跌落去嘅時候，可能跌到40蚊又唔識走，係啦，即係都唔肯止蝕咁樣。即係如果買咗一啲係咁長線係咁跌嘅，或者摸住個頂100蚊買完，係啦，跟住一路揸到而家都唔肯走嘅咁。即係第一100蚊2倍幾 P/B 呢啲位置根本唔應該買啦，其實係咪？係啦，即係如果識計數嘅話，冇可能喺呢啲位買。所以如果你識得計平貴嘅話，你就算睇翻用以前啲數據計，就算你1.3倍買 ，OK， 你都未至於話輸到而家咁樣。你以前1.3倍買個低位可能都係講緊40蚊、50蚊呢啲位置。OK，咁所以你最多你就算以前你喺低位買完，佢就算個 range 跳咗嚟，因為隻股票有增長噶嘛，你可能帳面都係輸2-3成嘅啫。OK， 最多可能輸3-4成或者一半。OK， 但係未至於你要輸成7成8成咁樣咯。係啦，即係識計估值係爭好遠嘅，你一套穩定嘅方法咧嚟到去賺錢先至得嘅，就唔係就咁聽人講下，跟住每次執嗰幾蚊咁樣，其實冇意思嘅。嗰啲唔係真係叫炒股票，嗰啲即係等於你去澳門喺度亂咁買大細，其實冇分別嘅。大部分人炒股票嘅方式而且每日佢根本唔係玩緊股票，佢根本每日係俾股票玩緊，即係股票日日喺度升跌嗰幾百點或者升跌幾蚊，就會導致佢喺度亂咁買賣或者個心情好大嘅上落咧，嗰啲唔係玩股票啊，嗰啲係俾股票玩緊啊。所以每日 daily 呢啲上落係一啲都唔重要嘅，重要嘅係你要睇到嗰個大趨勢個 trend， 同埋你要知道乜嘢叫做平，咩叫做貴，然後相對平嘅時候買入，跟住持有至足夠貴嘅時候賣出去就 OK 嘅啦，唔係要每一日每一次升跌都捉晒咯。即係可能有時舉個例子啊，
可能高位，我當高位呢啲位走咗 ，OK 係啦。最後點知升到60蚊係啦，可能我當56蚊走咗，點知升到60蚊，咁咪由佢咯。你唔係捉呢啲嘛？你最緊要嘅我計到30蚊係平喎，30蚊係超平喎，呢啲位我咪買入咯。然後買入可能我揸到50蚊係夠貴咯，咁咪賣咗佢咯。然後升到60蚊又點咧？咁你唔需要理佢噶嘛。即係我哋要做嘅就係其實30蚊買揸到50蚊，我淨係賺呢一段 OK， 因為你低位買係超安全嘅。OK， 你喺呢啲超安全嘅區域買，個問題就係賺幾多。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好多人係40蚊、50蚊先衝入去，然後40-50蚊搏升幾蚊或者搏升到60蚊嘅話，咁其實呢啲係冇意義嘅，因為第一呢個位賣你上升空間係非常之少。雖然你話我呢度係賺20蚊，你呢度係賺10蚊。但係個問題係，我用30蚊賺20蚊，我係講緊66%。你呢度50蚊先賺10蚊嘅話咧，你係講緊賺20%。仲要你50蚊買個風險係極度嘅高啊。OK，同埋仲要你多數人亂玩嘅情況咧，都賺唔到10蚊嘅，係啊，即係佢哋根本賺幾蚊，佢都唔知自己買得平定貴，佢根本好似賭錢咁樣，只係買完睇兩日，跟住升咗咁咪走，跌咗咁咪劈喺度。即係呢啲咁樣長線做，你練咗呢一種玩法係長線係一定輸㗎嘛。咁所以咧，你長線想贏嘅話咧，其實你真係要一套方法係計得到啲股票咩係平咩係貴，然後就揾一跌到夠平嘅時候你買入，跟住就你可以一直持有都得嘅，一直唔放都得嘅。如果你喺低位買入，但係當然啦，你如果計算到係足夠貴嘅時候，咁咪賣咗佢咯，跟住再等下一次買入嘅機會咯，係即係冇所謂嘅啫。其實你50蚊走咗，然後50蚊升到60蚊，其實冇所謂，你咪由佢咯。你只需要等到下一個低位足夠平嘅時候，咁你買翻咁就可以啦。OK， 咁如果一路都未出現嗰個平嘅位咧，咁咪唔好買咯。係啦，咁梗有啲嘢會平嘅，任何時候都其實 OK， 即係基礎嘅長線可以贏緊嘅一啲投資觀念咧係要有嘅，而唔係真係喺度亂咁買，聽人噏幾句跟住就喺度做咧，嗰啲係非常非常危險嘅做法嚟噶。OK， 咁所以其實呢啲表咧，你哋係好難計，因為咧你哋一般唔會有呢啲數字，你如果去 A stock 咁樣去撳呢啲 PB 咧，多數情況都係錯啊。嗱，因為譬如呢度你見到佢個市賬率係1.034 ，OK， 咁呢樣嘢咧，你見到佢係1倍嘅 PB，OK， 咁你見到咧，我哋呢度計咧係0.84倍 ，OK， 而家0.84倍。你話用2025年今年去計咧係0.92倍 PB 啦 ，OK， 用下年嘅 PB 計咧係0.84倍。如果用上年計咧就0.99，即係大概1倍，即係 A stock 呢個數。呢個數係錯啊！你哋睇呢啲 PE、PB 係冇用㗎，其實你睇呢啲 PE、PB 係完全冇用㗎，因為點解咧？Price over 個 book value 或者 price over 個 earning， 你個 price 咧係用緊今日個 price， 即係你用緊2025年12月今日3號嘅股價 ，OK， 然後除以呢個數點計出嚟咧？除以個 book value， 即係 NAV， 係啦 ，book value 同 NAV 係完全講緊同一樣嘢嘅 ，OK，earning， 你哋佢除緊嘅數係講2024年12月31號嘅 earning 嚟嘅 ，OK， 即係你用緊2024年嗰年嘅盈利同埋佢個資產淨值嚟到去計而家2025年12月而家呢隻嘢值幾多錢？咁呢條數係咪冇用咧？你用咗2024年嗰條數，更何況你而家買得股票，我而家今日2025年12月買得股票，其實你都睇2026年㗎啦，其實係咪？所以你要計到真正啱嘅 PE 同 PB 咧，你係應該用而家個股價 OK 除以2026年嘅預期 earning 同埋佢個 book value。你用2026年個預期嘅數去計先至有意思嘅。你用過去呢啲數，咁所以即係話你睇呢啲數咧係冇用嘅。你睇呢啲 PE、PB，OK， 特別係啲高增長嗰啲，佢一年增長30%，你根本就你如果隔咗2年嘅數，你而家呢度係隔咗2年嘅數嚟㗎啦。你用24年，我哋要做26年啊嘛。你隔咗2年嘅數係一啲用都冇嘅，其實 OK 係屬於2年前嘅數，你唔係2年後嘅數啊嘛。OK， 咁所以你一般呢啲平台咧係幾乎唔會攞到你應該要嘅資訊嘅，其實呢啲數你係一定要自己計先至會計得到出嚟嘅，係啊，所以好多一知半解嘅就唔知頭唔知路，咁就
輸咗都唔知咩事，然後就覺得價值投資冇用，其實係自己識得唔夠咯。係啊，咁所以呢啲計錯就爭好遠㗎啦，因為你一年可能成長爭30% 嘅話，咁基本上你已經計錯咗30%，係啊，咁就爭好遠好遠啊。所以最罩忌就係一知半解咯，其實係即係因為佢一知半解以為自己識，但係其實又唔識得晒，然後錯少少咧，咁其實所有嘢都錯晒，跟住就輸晒㗎啦。係，所以最好就一係你要識得係非常之深入。OK， 一係你就直頭唔好玩咯，得呢兩種人係會賺錢嘅。通常中間嗰啲都係輸錢嘅，輸得最多就係半桶水嗰啲。其實因為佢以為自己識啊嘛，但係實質上又唔識，係啦，跟住佢又咁樣會帶住去玩喎，咁最後咪輸得好慘咯，係啊。咁通常乜都唔識或者佢認知或者以為自己乜都唔識嘅人咧，佢就會做得好保守，甚至係完全唔玩咧，咁佢都能夠賺錢嘅，做定期都會賺錢嘅嘛。咁另一種就係要識得好深入嘅人，例如巴菲特啊或者各大嘅基金經理咧，大部分嘅 OK，咁佢哋長線嚟講咪會贏咯，係。咁所以你千祈唔好做中間嗰啲，一定要一係做最好，一係就唔好玩咯，係。咁呢兩種都會賺錢嘅其實 OK。好，下一個問題就係9660地平線機械人跌勢會再繼續嗎？現時價位7.45算唔合理？嗱，合唔合理咧就要睇個估值嘅其實 OK，但係呢隻個估值我懶得計呢個要啲時間嘅，因為同埋呢啲上市唔係好耐咧。仲有呢啲做機械人做 AI 咧，多數都係高估值嘅啦，即係多數都係 overprice 嗱，睇圖嚟講咧，應該起碼跌多一個浪，起碼 OK 係啦，即係抵買就我諗點都唔會抵買得去邊嘅啦，其實或者我係咁依望一望啦。但係呢啲股咧，一般嚟講都唔會平得去邊，同埋我風險好大咯。所謂風險好大係個 unknown 好大啊。OK。嗱，你見到啦，佢上年2024年個高低 PS 咧係9.8倍到5.91倍啦。咁而家個 PS 咧，都計唔到出嚟啊！而家個 PS 睇下先，而家個 PS 係跌咗落嚟啦。而家個 PS 係8.99，但係用下年預期計咧就5.34，其實唔係真係好貴嘅。再下年預期咧就3.45，係啊。即係其實而家，如果你話以上年嗰個估值去計嘅話咧，地平線又唔係好貴，講真，即係佢黐翻上年嘅最低位。但係上年嘅最低位，因為佢個數字得一年啊，所以你咁樣係判斷唔到佢平定貴。講真，因為得唔夠一年嘅數字咧，即係2024年呢度 OK，因為佢嗰年先上市㗎嘛，佢呢度係不足一年。咁所以呢個估值都好難講係真係平定貴，但係你話而家都年底嘅話，你唔使用今年25年去計嘅。但係你話睇2年嘅話，其實3點幾倍 PS 咧，呢隻應該係算平嘅。OK，但係個問題係佢係咪真係做到咁樣嘅增長啦？呢個第一，第二就係三倍幾係咪真係平咧？用2年後或者用下年預期26年5點幾倍係啦，咁呢個我都唔夠膽講。但係睇圖嚟講，似乎仲有多一下要跌咯，係啦，係啊。呢個無論圖表咧同埋。因為佢上年年底先上市，你見到24年，咁而家上年個估值咧，佢淨係計年底呢個估值都唔係好足夠啊！講真係啊，跟住今年個高位應該都10倍以上嘅嗰個 PS。頭先睇嘅話，佢個估值都10倍以上，咁所以呢隻好難計，因為上市時間太短啦。OK，好，跟住我哋繼續啦。下一個問題係恒指，香港火災咁耐，恒指就升足咁耐，政府振興有冇機會剛升到5萬點？冇可能嘅，不可能嘅。即係如果你睇翻個歷史，你只要睇下歷史就知啦，冇可能就咁直上啊！佢升得嚟都會係斷斷續續，有升下跌下升下跌下咁上啊，唔會直上嘅其實。中間一定會有啲調整，同埋而家好明確入咗調整浪嘅，你睇科指就知㗎啦。其實 OK， 好明顯有人托住個恒指剛升，做表面功夫引人入局。我唔會咁樣去演繹啦，不過我同意你嘅講法嘅，即係
你嘅意思就係佢嚟緊會跌啦。其實都我哋認為係，因為你見到我個成交係咁跌緊咧，而家千零億一日咧，由之前3000幾億跌到而家千零億一日咧，其實係危險嘅，因為呢啲成交跌，但係個價係即係而家呢啲情況啦，係升唔穿新高，但係就喺度橫行緊嘅情況咧，呢啲我哋叫做反彈嘅。通常呢啲都係反彈嚟嘅，個成交咁樣跌法係啦，即係之後嚟緊就好大機會會有個回調落去㗎啦，有個調整出現嘅，即係我哋一直都係講緊個調整，咁基本上都幾肯定會出現㗎啦。其實不過你預有機會唔出現啦都係啦。A Sir， 今次經濟面同股市完全背馳。呢個牛市點解釋？如果由 AI 帶動歷史，有冇話俾我哋知個周期係幾耐？其實唔使用 AI 都知個周期幾耐嘅。我睇翻過去恆指60年嗰啲數據咧，基本上我哋都知每一次恆指嗰個牛熊市周期係幾耐㗎啦。我上堂都有詳細解釋嘅，即係過去恆指60年嗰個每一次啲升跌周期，同埋美國嗰100幾年嗰個歷史嘅周期咧，我都上堂有詳細講嘅。其實係你預大概4-5年一次啦，最短嗰次3年，最長嗰次7年啦，係啦。咁大部分時間都係4-5年一次嗰啲牛熊市周期。OK， 咁我呢度我就唔攞太多數據出嚟俾你睇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啲學生又會鬧我㗎啦。OK，咁其實今次你話經濟面同個市背離咧，我都覺得係嘅，即係個經濟係向緊差嘅情況。OK， 但係個市又上緊嚟，咁其實呢啲我哋會叫反彈。其實呢個實質上係一個反彈嚟嘅，係啊，即係我唔會叫呢啲做升市啊。講真，即係過去呢半年係啦，你知我一直都話呢個係反彈嚟嘅。其實 OK， 好，跟住就邊有可能跌翻22,000啊？邊會冇可能跌翻22,000？跌翻22,000係好正常嘅，我覺得係啊。22,000唔係話跌翻1萬點喎，大佬，唔係跌翻12,000喎，22,000係好正常嘅調整嚟嘅。其實係啊，可能呢位朋友係比較新手啊，係啊，即係講緊跌3000點、3-4千點係好正常嘅事嚟嘅。即係個市快喐得勁嗰陣時咧，你諗下今年3月、4月呢度講真係半個月已經跌到啦，4-5千點係啊，即係。真係喐起上嚟，以前快嘅係你話跌4,000點係一個禮拜試過跌4,000點嘅 ，OK， 有時快起上嚟2-3日都得嘅。其實睇翻多啲歷史啦，係啦，你起碼睇翻過去50年或者30年恒生指數個走勢圖先好再玩啦。如果唔係唔好亂噏，唔好亂玩啊。OK， 繼續啊，好。阿里150呢啲位可以入嗎？我覺得唔好啊，千祈唔好啊，係阿里150呢啲位唔係一個可以買入嘅位嚟嘅。OK， 請講下3690出業績高位有貨走唔到。3690我哋都走晒，但係而家有機會見咗底嘅，但係我唔確認係咪底嚟啊呢個。OK， 係啊，呢個真係唔知係咪底，睇下跌唔跌得穿呢個低位咯。係啊，90幾蚊呢個低位，好似94蚊呢個低位。跌得穿嘅話咧，就要再跌多一段嘅啦，係啊。但係如果跌唔穿嘅話咧，咁就見咗底啦。OK， 所以而家個值博係高嘅，但係我覺得跌穿嘅機會係比較大嘅，小心啲咯。但係如果呢啲位咧其實係一個幾唔錯嘅買入位嚟嘅，係即係跌唔跌穿係50-50，但係我話係一個好嘅買入位，意思就係個值博好高啊。個值博好高係因為你呢啲位買可能講緊輸1-2蚊嘅啫，即係錯嘅話，我呢度即刻止蝕。我可能輸2-3蚊，如果佢跌得深都好 ，OK， 或者3-4蚊，即係止蝕得唔靚嘅話。但係如果佢唔跌穿，佢一路係咁向上咧，你就閒閒地，佢隨時升到200蚊嘅下一個升浪就 OK， 係或以上。咁你呢度中嘅話就賺 double， 錯嘅話你輸幾蚊，係呢個係值博率好高嘅。但係跌穿同唔跌穿真係50-50嘅啫，呢啲位。即係真係搏嘅，呢啲位係純搏嘅。咁呢個業績我哋有睇嘅，即係我哋都詳細講咗嗰份業績，我哋同啲學生。咁我呢度我唔詳細講份業績啦。總之份業績嚟講咧就麻麻地啦，係啦。但係因為佢主要係由賺錢變蝕錢啦，跟住係 delivery 嗰邊做得唔好。咁其實一早都預咗㗎啦，呢個都係啊。即係我覺得冇乜太特別嘅嗰份業績就即係都預咗，同埋嗰啲燒錢咧係隨時都停到嘅燒錢嚟嘅。反而擔心嗰個生意額係即係個生意額應唔應該繼續向下咯？呢個就係
唔係應唔應該係會唔會繼續向下咯？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問題，即係嚟緊佢停止燒錢嘅話，個生意係繼續向下定唔係啊？都係穩定啦，定係甚至可以係逆轉向上咧？呢個反而係最重要嘅。呢個要睇埋嚟緊呢一兩季啲業績先至可以確定到。所以暫時呢份業績咧冇乜指引性嘅，講真係啦。OK，咁就完啦。OK，咁啊，我係證監會嘅持牌人士啦，持有459個牌照。咁今日講嘅2318啦、9660、3690我都係冇持有嘅。咁啊，多謝晒大家啦！覺得有用嘅話咧，就幫手 CLS 一下啦。好，多謝晒。多謝大家嘅踴躍支持，我哋嘅聖誕茶聚已經即將滿座，而家加開最後10個名額，有興趣嘅就記得即刻報名啦！好多朋友仔跟咗我哋嘅頻道好耐，聽得明，概念都明，但落手做嘅時候就仍然唔肯定，究竟2026年邊隻股票先夠穩陣做中長線投資呢？幾時先係最佳買入位？買完又點算好？如果你都有呢啲問題，或者純粹想見 A Sir 一面嘅話，就記得把握最後機會報名啦！呢幾日陸續有好多朋友仔收到我哋嘅 WhatsApp 確認，如果你仲未收到，好大機會係你未填問卷，因為我哋會優先處理咗填咗問卷嘅朋友仔。所以想嚟同 A Sir 飲杯茶，傾下2026點部署，就記得把握最後3日報名同埋填埋問卷啦，否則就真係錯過咗近年唯一一次嘅線下茶聚啦！期待到期時見到你啊！Weibo 港股、美股真零收費，抵絕全港，揀啱平台先可以真正節省股票交易成本。聰明嘅你一定要拒絕做蝕本生意，用 Weibo， 無論新舊用戶都可享有零佣金、零平台費交易美股，零佣金、零平台費交易港股。依家成功開戶，即享價值約400蚊嘅英偉達股票，首次成功轉倉，可享轉倉手續費報銷，實報實銷，上限2500蚊，即刻 scan QR code 開戶啦！